呢度一個路仔嘅，可以通過去嗰個拍賣單位嘅，請跟住嚟，我帶你去睇下。LRT Awam Besar， 呢個就係 Bukit Oyoju 啦。呢度就係 LRT Awam Besar， 行路過去應該3分鐘。OK， 來臨咧 Bukit Oyoju 咧有一間拍賣單位，佢嘅價錢係180千18萬 reserve price。去一個壞處咧就係要 cash buy， 因為發展商已經 wind up 咗。如果你哋想知道更加多嘅詳情，請聯絡我，我係 Jonathan 李浪介。